那一日前堂大上送你回，你在家有小菊妹，长年长年做的媒，义兄是特地登门求亲来。两兄啊，你到去妹是哪一个？谁是小妹中应配？与兄之堂，就是爷们两三杯与左一杯，先是一月配龙来，见他欢笑我心碎，他怎知弟弟也叫终身配？举面重逢理欢喜，你我脸上走上眉。两兄啊，我有一件伤心事要想。